讲到这行政院要来推出振兴5倍券，咱也来关心这内面所违法部分。有专家认为讲，民众的消费习惯已经有改变咯，建议政府会当参考香港用电子支付发放，也着爱把握后热是旅游观光的大季来进行起草。比一声。 行到倒位就路到倒位。经过本土疫情大爆发，林接触的经济已经是后疫情的消费趋势。电子的这个实质的交易代收付金额呢，其实在5月的时候就有77亿以上，那年增率呢，甚至高达了81.1%。 根据金管会统计，电子支付用户数到今年5月份已经超过1300多万户，年增率超过53%。行政院拍算编1100亿的预算，伫咧9月底进前发5倍券来刺激国内消费。不过实际上进行的效果、合作的通路、明野的设计，还有要安怎提升所谓券的使用率，拢受外界关心。 我感觉这袂比去年较少，应该是50%以上，有可能15%左右。但是我较烦恼的讲，你若这个印刷的时间小可拖的，要得你到9月底10月去啊，对咱这个特别观光旅游的这个产业的业者，可能较无帮助。金融专家也烦恼，纸本5倍券发放的速度比袂过疫情反复的脚步。若看香港，因伫咧这个月初开始全面用电子支付，分配发5000港票来刺激消费。8月时你看技术上我都克服。 互这个有意愿要来使用电子支付5倍券的人，伊先来登记，只要伊登记，伊就先去消费。要安怎达到所谓司机加5倍券的效益发挥到上大，进行国内起草，已经是国人上界关心的议题。记者闵金玲、许凯台北报道。